好，那我会继续帮你观察的。拜拜。南宫小姐，你好好看看，这里面都是贺锦熙和苏妍希姐妹俩的资料。你还别说，她们姐妹俩长得真是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。贺锦熙父母离婚之后，贺锦熙跟着他父亲，苏妍希跟着他母亲。姐妹俩的感情不太好，平时很少见面。前几年，他母亲出了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一直是苏妍希在照顾。我的人查到。贺锦熙在一家医院做整容的时候，因为药物过敏，导致了皮肤溃烂。后来这家医院还对他进行了赔偿。随后我的人还查到他的出行记录，顾西城结婚的当天，贺锦熙根本就不在本市。顾总好。阿伦，用点心，把它搞得漂亮一点。放心吧，顾总，保证让您满意。那这位小姐，请里边请。对了，你们两个把昨天准备好的2套首饰拿过来。你们两个把昨天准备好的那套香奈儿1号粉底带过来，要快。贺锦熙整容失败，那么当天出现在婚礼上的那个人，就一定不是贺锦熙啊。贺锦熙出去，应该就是为了做修复。这么说的话，当时在神农集团做清洁工的那个，就一定是苏妍希。原来贺锦熙一直让苏妍希冒名顶替自己。顾西城一定不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如果我告诉他，顾西城一定会把苏妍希赶走。也不会原谅贺锦熙。就算我不能得到顾家少夫人的位置，我也一定不会让你贺锦熙如愿。可是怎么才能当众揭穿苏妍希这个骗子呢？南宫，常总，有时间吗？一起喝口咖啡。我今天有空。